对一寡时代来讲，这布袋戏是细汉时的记忆，嘛是生活当中的娱乐。伫咧嘉义溪口的柳沟社区，就举办布袋戏相关的课程，带时代做道具、人红仔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激头脑，减慢头壳退化速度。 社区的长辈真认真咧，摕手头的布袋戏道具来上色。嘉义县溪口的柳沟社区配合乡公所举办布袋戏课程，带因手工来做布袋戏道具，内底是人红仔，要互因会使哪耍哪学物件，去头壳阁会当心情好。有进步足济啦，嘿，咱的智慧啊，搁这个身体健康差足济，嘿。健康有咯，阮这老伙仔大家拢这新鲜的用起来呢，真好真好，嘿嘿嘿。 社区发展协会表示，柳沟村内无啥物少年人，拢是老大人较济。平常时的生活主要拢是咧做事，透过布袋戏课程的体验，互长辈除了会当看戏以外，嘛会当家己来搬。伫参与的过程当中，互因有动手动脑的机会。拄开始去研究，伊嘛无啥意愿要来，啊，就是就一直甲摇说，摇说到尾，啊，开始上课了后，豆因感觉来这上课足趣味，啊，所以人数一直增加出来呢。一寡上课的长辈讲。 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庙口楼底遮有布袋戏通看，以前拢伫台骹看人咧搬布袋戏，想袂到食到这个会所，会当阁有机会摕红仔来人来学习布袋戏的相关知识，互因是感觉真新鲜，阁真欢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